議員準好備。多謝主席。我嘗試對比咗呢兩會今年去年嘅一啲嘅重點啦，但係當中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好明顯針對國家發展大局嚟講咧，我哋由去年講更好融合，今年咧如果加上服務嗱喺我嘅體會嚟講咧，呢個唔單止係香港係一份子啦，更加需要積極投入同埋發揮作用。而喺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嘅科技創新嘅功能上邊咧，由去年咧講個提升創新能力同埋輻射帶動作用咧，到今年都講到咧係講建設同埋打造國際世界級嘅中心同埋策源地。嗱，去反映呢啲功能咧，今年好明顯咧將北都嘅發展擺咗入15規劃裡面咧，我自己嘅體會咧就唔單止係要加速個建設。仲係唔能夠忽視呢北都喺區域發展，而且係國家建設層面個功能同埋作用。依個唔喺北都同對比以往唔同嘅5年規劃裏面，包括譬如天津嘅濱海新區啊依啲，我哋北都最突出嘅一樣嘢係一國兩制底下一個戰略發展項目。依個唔單止係空間嘅承載，亦都係政策嘅承載。所以喺成個國家嘅發展嘅規劃法上邊，如果我哋講嘅國土空間規劃為基礎，以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為支持，喺咁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呢，北都專項法例本身唔係獨立可以成事，所以正正呢，我話不如幫李浩然議員宣傳下呢，佢嚟緊喺大會裡面呢嗰個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嘅，希望大家積極發言，多謝。